You just the exact same thing again. 远方的客人们，大家下午好。大家把车开，慢来讲，刚起慢了来，别再黑讲阿卡。刚才我们的主持人阿姨用苗语为大家带来了苗家人对贵客最美好的祝福，同时希望大家在这个难得的好天气里，在我们美丽的西江玩得尽兴，玩得高兴。根据我们西江现存的苗族子父联名制的族谱来推算，从西汉至今，西江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并且早在640多年前，西江就已经形成了规模。这里还是苗族历史上5次大迁徙中3次的集结地，是苗族文化的中心。相信这里深厚的苗族文化底蕴和浓郁的苗族风情，会给在座的您留下难忘的回忆。是呀，看我们西江千户苗寨依山傍水而建，吊脚木楼鳞次栉比，气势磅礴。在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几千年前的苗族习俗。那么，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由我们方言苗语来演唱的《苗家山里人》。